今次我哋會分享約翰福音第二章第12至25節，開始嘅時候想見到約翰福音第二章第12節。這事以後，耶穌與他的母親、弟兄和門徒都下到迦百農去，在那裏住了不多幾日。我哋見到一樣嘢就係話，主耶穌佢啱啱先行完一個神蹟，喺嗰度第一次彰顯佢自己嘅榮耀。而實際上呢個神蹟好明顯喺歷史上面可以話好嶄新嘅，就係水變酒。但我哋睇到一樣嘢就係主耶穌都冇立即去繼續去擴展嘅侍奉啊，按住佢，總之多就好噶啦，快就好噶啦，做起就好啦。我哋睇到好明顯佢係照住神所俾佢嘅時間同埋計劃咧，佢行佢每一步噶噃。你會睇到佢行完呢個神蹟，即係可以話逼不得已呢個神蹟之後咧，我亦可以肯定佢呢個神蹟都係神允許嘅，由佢媽媽要求。但係我相信主耶穌都好輕易可以聽到神嘅聲音，而讓神允許嘅時候，佢先至行呢個神蹟。但係之後你會睇到佢係按住神所俾嘅計劃去等候嘅。而實際上我哋睇到主耶穌都係喺佢嘅侍奉當中係非常之多嘅等候，直至到啱嘅時間、啱嘅地域同埋喺啱嘅人面前，佢先至行呢啲啱嘅神蹟嘅。喺第13節，猶太人嘅逾越節近了。你會睇到呢一節同前邊嗰節啱啱係遙遙嘅兩個對比，你會睇到好明顯就主耶穌係有意啊，尤其是約翰福音第二章已經開始俾我哋睇到佢有意係等到節期近了咧，先至開始行動嘅噃。實際上約翰福音已經唔係只一次，係已經幾次嘅時間用呢個方法去俾我哋知道咧，主耶穌係一定要等到節期佢先至開始有啲行動嘅。而你會睇到喺呢一次咧，主耶穌就開始按住神所俾佢嘅劇本咧，喺啱嘅時間、啱嘅地方去做啱嘅行動，而佢亦藉着呢項福音就開始咗主耶穌真真正正嘅侍奉啦。我哋繼續再睇第13節，猶太人嘅逾越節近了，耶穌就上了耶路撒冷去。第14節，看見殿裏有賣牛羊鴿子嘅，並有兌換銀錢嘅人坐在那裏。喺呢度你會睇到主耶穌第一個嘅行動就係去到呢個嘅聖殿做一樣嘢，佢30年嚟都冇做過嘅。咁所以我哋知道，因為主耶穌佢係猶太人，佢亦係虔誠嘅猶太人，好明顯佢30年裏邊佢都有上過呢個嘅聖殿，佢知道裏邊發生嘅所有嘢。但係問題喺今次好明顯佢開始咗佢嘅侍奉，佢做30年嚟從來未曾做過嘅一樣嘢咧，就係潔淨聖殿啦。而呢個潔淨嘅聖殿呢，係主耶穌第一個真真正正按住神嘅時間表喺逾越節所做嘅第一個行為。嗱，你會睇到喺呢度係一個非常之完美嘅圖片，俾我哋睇到佢對應翻呢，係俾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教導。佢嚟到呢個世界，冇錯，去將光帶嚟，但係問題你會睇到佢第一個行動，卻走到去所謂宗教大本營，就係我哋稱為教會啦。而家就教會啦，當時就係佢哋嘅聖殿啦，係咪？但係呢個聖殿咧，喺當時同而家今時今日教會係好類似嘅。佢哋充滿賣恩膏嘅人，就係話佢哋將信仰變成有錢人嘅玩意。本來神要啲人去帶一隻羊去，帶一隻牛去獻祭敬拜神嘅，但係而家佢哋只係帶一部分，甚至就係劏咗已經現成嘅牛啊羊去獻祭。本來神要一隻係無瑕疵冇病嘅牛或者羊，但係問題好可惜就係呢啲人已經唔介意呢樣嘢啦。佢已經係唔理3七21，總之去到呢個聖殿當中，有一嚿肉咁啊拎嚟咧就去獻祭啦。總之你會睇到聖殿已經設計成為一個咧有錢人嚟到嘅時候就做晒指定嘅動作，做晒所有呢啲嘅指定嘅動作，然後就可以走人。佢哋完全冇心去親近神啦，亦整個神嘅聖殿裏邊所做嘅所有嘢對佢嚟講冇任何意義嘅。佢唔會留低喺度用幾日嘅時間去慢慢理解每一個步驟當中所代表嘅所有意思嘅。佢哋冇話好似聖經裏面講，花3日嘅時間去觀察嗰隻羊，睇下佢有冇瑕疵，然後跟住先至將呢隻羊殺咗，然後去獻祭嘅。佢哋冇從呢一個神所俾嘅呢啲嘅原則當中去做。總之快手快腳去到聖殿，見到呢嚿肉啱，指一指，跟住俾錢就可以掉俾祭司就獻祭就走得啦。你會睇到本來神所要求佢哋喺信仰上面呢個嘅歷程呢，竟然而家係因為呢啲嘅祭司想賺錢呢，竟然整個程序都改咗噶。佢原本嘅原意已經失卻咗，亦原本會做嘅所有行動呢都會消失咗嘅。本來係一個敬拜神、一個讚頌神嘅一個嘅機會，但係呢卻變成一個賺錢嘅機會。但係豈不是今時今日嘅教會都係？你會睇到今時今日嘅教會，佢將好多個標準講到最低。呢啲人翻到嚟教會當中，你俾咗錢就得噶啦，標準有咁低得咁低。
而事實上，所有呢啲嘅侍奉者都容易走入呢啲嘅歧途喎。譬如好似舉個簡單嘅例子，呢啲典型嘅啦，喺今時今日你會睇到好多做敬拜讚美嘅喺外國咁樣啊，甚至香港或者係台灣都仿照呢樣嘢啦。你會睇到，甚至敬拜讚美已經係成為一個可以出名啊、賣帶啊、賣版權嘅機會。而事實上，好多呢啲本來真係想有敬拜神嘅心，一走入去呢一個圈子當中，以前我都識一啲咁嘅人，全部都污染，有啲就食大麻，有啲就不斷嘅犯奸淫，有啲我聽過一個 case 就係以前喺一個好出名喺美國葡萄園 vineyard，當我哋走到最下坡嘅時候咧，佢哋嘅敬拜讚美者咧，佢哋為咗就係乜嘢？就係為咗錢嘅啫，為咗出名嘅啫。喺每一個城市當中，佢哋帶完呢啲嘅大型敬拜讚美聚會咧，嗰晚就走去揾妓女嘅。你會睇到呢啲嘅傳道人，佢哋慢慢將佢變成一個賺錢嘅機會，但係問題咧，呢啲有錢人咧就諗住當佢變成一種嘅娛樂，一種嘅方便。去到嘅時候，總之有錢嘅時候咧，你就可以買到呢個信仰噶啦。因為事實上喺咁嘅系統當中，台上嘅領袖同台下嘅會眾都唔好得去邊。同樣喺當時聖殿就係因為咁而變成一個街市，即係總之啲人快手快腳嚟到做咗要做嘅指定嘅動作就走得人啦。咁而事實上，你會睇到歷史當中唔單止係當時聖殿係咁，事實上喺歷史當中，直至到今日嘅教會一次又一次咁啊出現，而一次又一次神都差派佢嘅先知嚟咧去潔淨呢個聖殿嘅。而事實上，當佢哋一咁樣做嘅時候咧，就會成為呢一啲法利賽人嘅敵人啦。呢啲以敬虔為得利嘅途徑嘅人咧，佢哋敬畏神或者愛神嘅標準，佢就降到最低。但係問題咧就係錢佢就要足。你會睇到。喺當時主耶穌基督嘅時間咧，好明顯呢一班嘅所謂善男信女咧，藉着呢個咁嘅新嘅系統咧，佢哋本來參與侍奉嘅時間就越嚟越少啦。冇錯，呢個係幾講嘅效率啦，係咪？點解要每個人帶隻羊嚟啫？係咪？不如劏好晒，機械化嘅去做。既然神你要羊啫嘛，係咪？咁我哋全部劏好晒，唔使祭司做咁多嘅呢啲嘅動作啦，係咪？我哋全部劏好晒之後潔淨晒、洗淨晒，你然後你又買咁啊，遞俾祭司咪得咯，係咪？成個我哋將佢工業化咪得咯。但我想你知道有陣時神係要我哋去做一啲嘢兜大圈嘅，係要我哋做一啲嘢喺嗰個過程當中，使我哋短暫嘅生命當中去留低一啲嘅嘢，使我哋更加深刻喺裏邊留低一啲嘢，讓我哋嘅內心當中能夠真真正正真心真意去付出。有啲嘢係笨咗，有啲嘢係蝕底咗，但係神就因為咁希望我哋從當中去付出我哋真心啊嘛。所以你會睇到當主耶穌基督出現嘅時候咧，你會睇到佢趕走呢啲賣牛羊鴿子嘅人或者兌換銀錢嘅人。原因就係話神希望去重建翻，即係歷代歷世以嚟咧，你會睇到好多先知都會做呢樣嘢嘅，就係一樣喺每個時代當中咧，去趕走啲賣牛羊鴿子喺教會裏邊賣恩膏嘅。原因就係話佢重建翻神聖殿或者會幕嘅真正嘅原意，而呢個亦係主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嘅原因。而你會睇到喺呢個故事當中，我哋睇下第14同埋第15節，看見了有賣牛羊鴿子嘅俾我兌換銀錢嘅人坐在那裏。耶穌就拿繩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趕出殿去，倒出兌換銀錢之人嘅銀錢，推翻他們嘅桌子。你會睇到非常之可憐。當主耶穌都踏入呢個聖殿嘅時候，呢一班人仍然有做佢哋自己所做嘅嘢，但係完全都唔認得主耶穌基督。你會睇到啲係一個幾可悲嘅，係咪？呢個本來唔應該係咁嘅，就好似教會當中你紀念主耶穌基督，你敬拜主耶穌基督，但係主耶穌進到入教會當中咧，你完全唔認得佢嘅。你會睇到一件係幾可悲嘅事，係咪？而事實上你會睇到當時主耶穌基督佢嘅同在臨到呢個聖殿，呢個亦係呢個整個嘅聖殿建立嘅原因。由摩西至到佢哋嘅時間已經有1500年嘅時間，佢哋不斷獻祭，就係其實等緊呢一刻，就係主耶穌基督會降生喺呢個地上，主耶穌基督會去出現到喺佢哋嘅面前。好可惜，因為佢哋已經忘卻咗呢一啲嘅祭物嘅真正嘅意義。事實上整個獻祭嘅程式已經係簡化咗、工業化咗，已經裏邊冇晒任何真真正正佢哋要付出嘅嘢，佢哋要觀察嘅嘢，佢哋要紀念嘅嘢。就好似今時今日嘅教會，你要睇到佢將神嘅話工業化，你會睇到好少人已經講關於要勝過罪啊，要離棄罪啊，要悔改啊呢啲嘅信息。你會睇到呢種嘅工業化嘅，會使到我哋唔能夠辨認到神嘅先知，根本唔能夠辨認到主耶穌基督嘅。所以你會睇到呢一班人就係典型犯到一個咁嘅錯誤，佢哋去到一個階段就佢哋冇辦法認識呢個聖殿嘅真正嘅主人。而主耶穌基督其實亦要繼續講啦，一陣間解釋嘅就講到關於呢個聖殿嘅主人啊，要容許呢個聖殿被拆毀，然後3日再重建嘅另一個新嘅聖殿，因為佢能夠做，佢能夠作一個咁嘅應許。
係因為佢就係聖殿嘅主人。你睇呢班人，佢完全唔認識主耶穌基督，唔認識呢個聖殿嘅主人，唔認識呢個嘅逾越節究竟係紀念邊個，佢哋完全唔知。但係同時咧，佢卻以宗教家自居，以神職人員自居。你話係一個幾矛盾嘅事？但係歷到歷世以嚟，所有當神係死嘅宗教家都係做緊呢樣嘢。所以當主耶穌進入去嘅時候，佢哋仍然係唔認識主耶穌係邊個。你諗下，如果係做戲咁樣，你會睇到喺歷史當中啲天使，我相信圍繞住主耶穌嘅時候，去望呢一刻，主耶穌踏入呢一個嘅聖殿呢一刻。但係問題就好似做戲咁，呢班人真係完全唔知道主耶穌基督就係佢哋而家呢啲牛羊鴿子所預表嘅。佢哋繼續有佢哋賣佢嘅牛羊鴿子，劏佢嘅牛羊鴿子，有佢哋繼續佢哋兌換佢哋自己嘅銀錢。而喺呢個時刻咧，主耶穌基督就做呢樣嘢啦。第16節，又對賣鴿子嘅說：把這些東西拿去，不要將我父嘅殿當作買賣嘅地方。他嘅門徒就想起經上記着說：我為你嘅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留意呢段嘅經文呢，喺其他4福音當中呢，似乎記咗一個係類似嘅事件噶。我哋睇下馬太福音第21章第12節，耶穌進了神嘅殿，趕出殿裏一切作買賣嘅人，推倒碎用銀錢嘅人嘅桌子和賣鴿子嘅人嘅凳子，對他們說：經上記着說，我嘅殿必稱為禱告嘅殿，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跟住我哋再睇下馬可福音第11章。我哋一定要讀咗呢個經文，因為裏面有一個好重要嘅事實要我哋要知道嘅。馬可福音第11章第15節，他來到耶路撒冷，耶穌進入聖殿，趕出殿裏作買賣嘅人，推倒碎用銀錢嘅人嘅桌子和賣鴿子之人嘅凳子，也不許人拿着器具從殿裏經過，便教訓他說：經上不是記着說，我殿必稱為萬國禱告嘅殿麼？你們倒使他成為了賊窩了。我哋再睇下路加福音第19章第45、46節，耶穌進了殿，趕出裏頭作買賣嘅人，對他們說：經上說，我嘅殿必作禱告嘅殿，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留意呢3段經文，馬太、馬可、路加，佢講緊係同一件事，但係呢3段經文講嘅嗰一件事唔係而家呢度呢件事。雖然兩度都係講緊潔淨聖殿，但係呢3段，如果你翻去有時間慢慢睇下，馬太、馬可同埋路加呢，都係講主耶穌最後一次過逾越節嘅時候發生嘅。但係約翰福音喺呢一度係講主耶穌基督呢，係佢開始佢侍奉第一次過逾越節嘅時候發生嘅。所以你睇到部分嘅釋經家甚至將呢個混淆呢，直情將約翰福音倒轉嚟寫啊，將呢樣擺咗去就約翰福音後邊添。咁你會睇到唔認識聖經嘅人幾可悲，係咪？你會睇到我哋由約翰福音睇到而家，約翰福音喺第1章開始至到第2章咧，都已經係一日接一日咁講嘅。第29節講次日啊，35節講再次日啊，跟住43節講又次日啊，跟住第2章第1節講第3日啦，跟住第2章第12節，這事以後耶穌與他母親弟兄們都下到迦百農裏去，在那裏住了不多幾日啦。跟住第13節咧，猶太人嘅逾節近了。你會睇到全部由約翰福音一開始啊，已經係連續不斷地好緊湊嗰張主耶穌嗰個每一日嘅日程咧，全部講出嚟噶。咁所以我哋睇到呢度絕對唔係話突然間跳咗3年噶嘛，後尾嗰啲發生係咩嘢？係咪？你會睇到喺呢一度咧，其實係主耶穌原來咧係有2次潔淨聖殿嘅。如果你睇翻好多釋經嘅時候咧，你發覺唔係太多釋經家理解呢樣嘢噶，有啲甚至係唔知道添嘅，以為係同一樣嘢嚟嘅。其實你睇正話嗰3段經文，馬太、馬可同埋路加咧，佢裏面講嘅內容咧，嗰3段係好類似嘅，但係同呢度係好唔似嘅，因為呢度主耶穌都係冇推翻賣鴿子嘅人嘅凳子嘅，佢係就咁行埋去咧，叫賣鴿子人去點樣啊？將呢啲嘅東西拿去。而事實上跟住喺嗰3段經文同呢段經文所講嘅說話都唔同嘅。你會睇到呢段嘅經文係講呢班門徒記起主耶穌基督呢件事嘅時候，諗起呢段經文，我為你嘅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而事實上你會睇到喺呢段嘅經文裏邊咧，主耶穌基督去透露到咧，喺第19節咧，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3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46年才造成嘅，你3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呢段嘅說話你會睇到喺其他福音咧係冇出現，但係當主耶穌基督被公審嘅時候咧，啲人拎翻呢樣嘢出嚟講嘅。所以你會睇到原來喺歷史上面當時咧係發生一件事咧，原來主耶穌基督咧係有2次潔淨聖殿嘅。第一次咧就係佢嘅第一次逾節，而第2次潔淨聖殿咧就係佢侍奉嘅第3年潔淨呢一個嘅聖殿噶。所以你會睇到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個嘅特質咧，我哋要知道嘅。
如果唔係，我哋會將呢一段嘅經文咧會倒轉咗，唔知佢應該擺喺邊個位置添。我哋嘗試再睇下第13節，猶太人嘅逾節近了，耶穌走上耶路撒冷去。主耶穌係有意去做呢件事嘅，因為原來當逾節嗰日之後咧，你知唔知係發生啲咩事咧？原來按住逾越節咧，佢哋獻羔羊啊。咁我哋知道主耶穌咧係最尾一次嘅逾越節咧，就係成為嗰個無罪羔羊嘅獻上啦。但係第一次嘅逾越節咧，主耶穌基督其實係上去想做一樣嘢，係乜嘢咧？就係原來按住逾節之後第14日之後，連咗7日叫做無酵節嘅。佢哋係要咧喺嗰7日裏邊食無酵餅，並且咧要喺佢哋屋企裏邊將所有嘅每一樣呢啲嘅酵咧喺門罅、喺佢哋嘅衫啊、衣物當中有酵嘅所有嘢咧都要除淨佢嘅，全間屋啊！佢喺每一年嘅嗰日咧喺呢一個逾節之後連續7日要做呢樣嘢嘅。其實我哋知道呢個代表咗罪，就係將所有嘅罪咧喺從佢哋嘅屋企裏邊咧去攞走噶。嗱，我哋嘗試睇下出埃及記第12章咧第11節咧，我哋就會更加清楚噶。出埃及記第12章，我哋由第1節讀起啦。耶和華在埃及地曉諭摩西亞倫說：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為1年之首。你們吩咐以色列全會眾說：本月初10日，個人要按父家取羊羔，1家1隻。呢個就係逾節嘅真正開始啦，係咪？咁而事實上跟住咧喺第11節。你們吃羊羔當腰間束腰，腳上穿鞋，手中拿杖趕緊嘅吃，這是耶和華嘅逾越節啦。而跟住咧，你會睇到喺呢一個14號開始之後咧，就其實即刻踏入另一個節咧，就叫做無酵節。叫你睇下第15節，你們要吃無酵餅7日，頭一日要把酵從你們各家中除去，因為從頭一日起到第7日為止，凡吃有酵之餅必從以色列中剪除。所以你會睇到咧，原來咧喺當時啊，一到逾節之後咧，連續咁多日咧，你會睇到每一個嘅婦女同埋每一個嘅家主啊，即係每一家之主咧，就會做一樣嘢，就會去乜嘢啊？就會去喺間屋度周圍揾下呢度當中有咩罪咧，就將佢除去咗嘅，清潔咗去嘅。而主耶穌基督咧，就係喺呢個無酵節嘅時候去做咗呢樣嘢，就係咩啊？就係喺佢自己嘅家聖殿啊嘛，就係佢自己屋企除去呢啲酵。主耶穌基督原來第一次去潔淨聖殿，原來係喺無酵節嘅行動嘅時候，佢就好似每一個嘅婦人會喺屋企咧清潔屋企嘅污糟，將呢啲酵除去一樣咧。佢將神嘅家裏邊嘅罪除去。佢話你將神嘅家變成乜嘢啊？賊窩啦。所以你會睇到呢一個就係主耶穌基督所做嘅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啊。嗱，但係問題我哋而家睇下，事實上當時有一個好得意。主耶穌基督所做嘅時候咧，其實點解呢班法利賽人佢覺得咧，其實主耶穌係做得唔啱嘅咧？佢覺得咧，當時佢哋做緊嘢其實係情有可原嘅咧。咁我哋就明白點解今時今日教會仍然都係犯緊好多嘅罪同埋錯誤，但係佢覺得佢哋嘅錯誤係情有可原咧，因為原來佢哋有一啲嘢咧係互相相同嘅噃。我哋嘗試去睇下《使徒行傳》第2章第5節先。那時有虔誠嘅猶太人從天下各國來，住在耶路撒冷。嗱，原來我心裏知道咧，無論係1年3節嘅守節咧，逾節又好，五旬節又好，或者住棚節又好，其實咧喺耶路撒冷，即係喺聖殿附近發生一件事嘅，就係從普天下嘅虔誠嘅猶太人都嚟嘅。而事實上每一年嘅守節嘅時候，如果佢哋真係照住聖經所講嘅話，每年3次咧，佢哋都要帶住一隻冇瑕疵嘅羊，有陣時會橫跨半個地球，因為佢哋住喺普天下啊嘛。有啲人如果喺中國嘅話，佢哋要行晒成條絲綢之路，為咗去守節。有啲如果就算喺以色列當中，佢哋都隨時幾百里咁樣行，係咪？真係可以話千里迢迢拉住隻牛，拉住隻羊，冇瑕疵嘅拉到有瑕疵啦。呢個就係話喺佢哋實際執行嘅時候咧，你能夠想象係幾咁唔方便先。所以你會睇到當時嚟講咧，呢一種信仰上嘅唔方便咧，有陣時佢哋會將佢，當然啦，呢個係神設計出嚟噶啦吓。但係問題佢哋會將呢個責任咧就歸咎咗俾神同埋神嘅僕人。所以你會睇到喺當時嚟講咧，即係呢一種所謂點解要行遠路啫？點解要咁笨啫？點解唔可以話我有錢嘅話，我入到呢個城鎮裏邊先至買一隻啫？我先至買，然後就喺嗰度買啫嘛，係咪？並且幾方便咁，我唔使帶住隻羊，我淨帶住啲銀錢就嚟到。嗱，而家你明白點解店裏邊有兌換銀錢嘅人啦？因為佢哋會帶佢哋嘅加幣加去佢哋嘅歐羅或者佢哋嘅英鎊去到神嘅聖殿啊。所以佢哋去到咁嘅城鎮裏邊，去到呢個耶路撒冷嘅時候，就攞啲錢咧就去買嘅。但係就因為咁咧，佢攞走晒成個信仰上真正嘅意義。冇錯，神要你謙卑，或者甚至要你去服侍，要你去侍奉，甚至叫你去信服。
但係問題就話神常常帶領你順服一個唔好嘅領袖，順服一個自私嘅領袖，順服一個甚至喺某一方面仲弱過你嘅領袖，係咪？但係神要啦，係神帶領你嘅，神興起呢間教會嘅，神興起呢啲嘅領袖嘅，同埋佢嘅跟從者。你去咗嗰度，你覺得係多餘嘅，要你走多幾里路，要你咁辛苦，係咪？但係問題，你知唔知道？當我哋用自己嘅方法，用血氣嘅方法去解決呢啲嘅問題嘅時候，就好似呢班人用血氣解決呢個問題嘅時候，佢攞走咗當中嘅辛苦，攞走當中嗰種嘅吃力，而但係問題就係咩嘢呢？佢亦攞走當中嘅意義。就好似今時今日好多個牧師，既然我哋講恩典嘅，咁你犯罪都得啦，你犯奸淫犯乜嘢都得。既然主耶穌都饒恕咯，咁不如你咪繼續犯，而主耶穌咁咪繼續饒恕咯。咁使乜咁多餘啫？你犯10次又係污穢，一次又係污穢，不如你就犯晒去啦咁樣。你會睇到今時今日教會係將好多主耶穌嘅標準咧去降低簡化，佢以為幫助咗呢啲人，而呢啲人亦以為就係呢啲嘅牧師咁樣做先至係啱，咁樣先至係有愛。一樣，你會睇到當時呢一班嘅人，佢覺得情有可原，佢哋咁做係啱嘅，呢種係愛，呢一種係使到信仰更加熱鬧，佢為人哋做咗一啲好嘅嘢。但係問題就好似聖經裏面講，你將隻羊喺第10號嘅時候去攞之後，然後觀察佢3日，呢一啲嘅情況全部睇清楚呢隻羊係冇瑕疵嘅，先至將佢獻祭獻俾神，而將你自己最好嘅交俾神。呢一啲程序全部冇晒咯，佢全部攞走晒成個意義啊！而當時嘅宗教系統就設計咗一個咁嘅系統出嚟，完全取締咗神所要求佢哋做嘅嘢。有啲人佢哋有錢去到遠嘅地方行商嘅時候，佢哋就更加覺得唔能夠再委身啦。所以你會睇到喺今時今日嘅教會又好，當時又好，你會睇到佢哋就演變咗一啲嘅唔需要委身、唔需要放棄罪、唔需要咁認真嘅方法。只要你有錢就得噶啦。你有錢嘅話，你會睇到今時今日教會典型就係咁樣噶啦。就已經咧唔係話喺教會當中自己塑造到呢啲嘅傳道人出嚟，你淨係睇到呢啲嘅教會年復年要用錢去請啲僱工出嚟，你已經知道呢間教會根本就唔係牧養人噶啦。你已經睇到呢間教會根本就唔可以使到人成長喺信仰上成熟到個階段可以成為傳道人啦。你淨係睇呢樣已經有問題啦。你會睇唔怕噶，你唔使愛主噶，你唔使長大噶，你只要俾錢我就請個僱工傳道人。唔知喺山卡拉邊度呢啲不學無術嘅人走去讀神學，讀完之後就冇人請咁啊！我哋有錢，我哋唔勞煩你啊！你唔使搬搬抬抬噶啦，我哋呢啲嘅傳道人嚟搬搬抬抬，我哋呢啲傳道人嚟係冇其他嘢好做，又生意又做唔成，於是乎佢哋就讀咗神學，讀完神學之後就嚟到我哋可以請呢個僱工，明明我哋有錢就得噶啦。你會睇到典型當時都係咁喺耶路撒冷呢啲人，你唔使你自己養隻羊啊，你唔使帶隻羊啊，我哋有錢咪得咯，你唔使帶隻鴿子嚟耶路撒冷噶。所以呢啲人於是乎就嚟到呢個城鎮當中去買，而事實上另一班人呢？佢又係僱工嚟嘅，你會真係逐隻羊去觀察啊，或者乜嘢？唔係啊，呢啲羊係大批大批嘅喺耶路撒冷嘅野地去養嘅，就好似當時天使去顯現對呢啲牧羊人，嗰啲牧人就係養緊呢啲嘅羊啦，大批養呢啲嘅羊，而佢殺咗劏咗之後都係為咗利潤嘅啫，佢唔係為咗愛神嘅噃，明明啊？要群邊獻到咁多隻羊啫，係咪？佢其實殺出嚟嘅時候俾人哋獻羊嘅啫，所以你覺得佢劏羊又好，乜嘢好，做成個嘅工作全部都係工業化咧，係全部使到信仰工業化。全部咧一邊就為錢，一邊咧就為方便。但我想你知道一樣嘢，你睇翻當時神點解要有錢人帶隻羊，更有錢嘅帶隻牛，窮嘅帶鴿子啊？原來喺神嘅眼中就話向誰多給就要向誰多要。神希望有錢人要付出嘅係更麻煩更多。諗下如果千里迢迢一個人喺1000里之外帶隻鴿子嚟幾易啊？打龍都得啦，係咪？但一個有錢人呢，一個有錢人帶隻牛，神要佢付出幾多？神唔係話帶一群鴿子嚟啦，唔係佢要帶一隻牛嚟。神係考慮過嘅，神知道當時嘅交通嘅唔方便，你知道當時呢啲人要付出幾多先至得。我想你知道喺我哋當時開始教會嘅時候，我哋教會當時喺粉嶺圍，哇！即係啲人搭車都要搭個幾鐘頭先嚟到，係咪？就算當時有火車嘅時候，都要搭1個鐘或者甚至個幾鐘先至得。嚟到嘅時候仲要聽我講2個鐘或者甚至3個鐘頭我講到，係咪？哇！對呢啲人幾唔方便啊，不如聽帶算啦。使乜去咁遠嘅教會啊？我樓下已經有教會，使乜去到咁遠啫？係咪？並且我嚟到樓下嘅教會係更加仲方便，佢唔使我去否定我嘅罪添嘅，佢唔需要我聖潔嘅，佢唔會話要求我唔效法呢個世界嘅，係咪？所以唔止唔方便啊，並且我嚟到樓下嗰個方便咗之後，兼夾咧佢唔使我改個最終嘅生活。事實上真係有好多咁嘅教會存在，就好似當時耶路撒冷就係喺個聖殿當中存在一班咁嘅人，係經過祭司嘅允許係做呢種嘅工作。今時今日教會都係咁樣。
為咗錢，為咗有人去俾奉獻，為咗佢自己呢一個嘅所謂侍奉生活維持，佢哋會做盡好多呢一啲將信仰工業化嘅方法。人唔使個人去認識神，唔使個人向神交賬，有我喺度幫你頂住就得啦，萬大有我啊，你納10分1就得噶啦咁樣，你俾奉獻就得噶啦。你睇到呢種人啊，喺神嘅殿當中，喺神嘅家當中咧，養咗一大班嘅基督徒，教咗一大班嘅基督徒。我俾錢咪得咯，係咪？我嚟到嘅時候，我用錢買我嘅信仰，係咪？我唔需要悔改。我嚟到教會當中，我總之有坐喺度，我傳道人就會咁樣氹我，一切嘢去幫我做晒，咁我就上到天堂噶啦咁樣。另一邊咧，你會睇到就係呢班見錢開眼嘅傳道人。總之你有錢嘅話，乜嘢都得，我幫你做晒。但係問題嗰啲所謂幫佢做晒嘅時候，係咪真係幫到嗰啲人呢？咁樣好明顯，我哋睇到主耶穌喺呢件事當中，可以話即刻拆穿佢嘅西洋鏡，俾我哋知道唔得。係唔係咁樣嘅？呢一種神要我哋千里迢迢帶住啲牛羊啊、鴿子啊，去到神嘅殿當中呢，神係要佢哋好神心啊，先至能夠做得到嘅。而喺呢個過程當中，神要佢哋體會啊，你辛苦，主耶穌基督為你付出嘅更加辛苦。而你亦要效法主耶穌基督，佢喺為咗信仰當中，為咗人祝福人哋，為咗愛神，佢付出嘅有幾多？神希望呢啲人喺每一年嘅3次嘅有生之年當中去付出嘅時候，去紀念主耶穌基督一生都係為神而活，而但係佢哋只不過1年3次當中去為神去千里迢迢，所謂帶住呢啲嘅羊啊牛啊嚟到神嘅面前。神希望佢哋體會呢樣嘢，身為基督徒都係神希望你去體會咗，神去呼召你去間教會當中，神要你有陣時未必千里迢迢嘅，幾十里搭啲車遠啲，係咪？聽講道係咪？要你付出，你要係方便啦，定係要乜嘢？你有冇嗰個神心啊？有冇嗰種嘅心啊？真真正正為神去決定，願意為神付出呢？你知道係神帶領，你知道神係希望你去咁樣做，或者係翻一間咁嘅教會嘅。但係問題，你願唔願意行呢個方向呢？你會睇到喺度主耶穌佢點對呢班人？你會睇到主耶穌係發嬲。嗱，我想你知道，如果你個信仰今時今日都係我所講嘅，一係可能你係呢種嘅所謂為錢嘅傳道人，一係你就呢種貪方便嘅基督徒，甘願去沉醉喺呢一啲麻醉你嘅假信仰當中，使到你嘅信仰方便啲。我想你知道主耶穌都會向你發嬲。你會睇到主耶穌佢點樣對呢班人？你記住佢係有意按照呢個計劃按部就班去做嘅。喺呢個節日當中係預表咗呢一班人喺信仰當中為神付出應有嘅部分，但係呢班人冇做，兩批人都冇。第一批係乜嘢？第一批就係話佢哋中意方便多過愛神，係咪？佢中意照住自己意思生活多過係神引導。佢中意就係話用一啲嘅方法去麻醉自己嘅信仰當中，多過咧照住神要佢所體會關於信仰當中嘅過程同埋領域。而另一批咧，佢對信仰又係冇興趣嘅。第一批都係啊，大家都對信仰冇興趣。第二批咧，佢對信仰冇興趣，但係對做生意就好有興趣嘅。但係問題最恐怖就係呢一班人仲自稱佢哋係屬靈領袖。其實呢班所謂屬靈領袖賣牛羊鴿子嘅，好多時係個豬肉佬嚟啫嘛。但係佢就已經賣牛羊鴿子俾你。所以我聽今時今日我聽喺教會裏邊都有好多呢啲屬靈豬肉佬嘅。其實佢就唔愛主嘅，只不過係將信仰斬頭斬件，完全毀壞咗信仰嘅真義。然後好似豬肉佬咁，將一個已經死嘅信仰，一啲堆死肉嘅遞俾你，而唔係一隻活嘅牛，一隻活嘅羊去遞俾你，等佢可以喺裏邊觀察下主耶穌為我哋所做嘅嘢。佢哋唔係，所以你會睇到主耶穌基督喺本來應該係聖殿去敬拜神嘅地方，主耶穌基督就喺無酵節咧去潔淨聖殿裏邊呢兩批人，就係話佢導致第一批人就冇機會可以買到牛羊鴿子啦，或者係兌換到錢啦，係咪？呢一批根本就係喺佢哋嘅生命當中，唯一想同神有關係嘅咧就係神祝福佢嘅啫。佢唔想為神付出咁多嘢啦，佢唔想太過接近神嘅標準啦，佢唔想太過接近去做神所俾佢嘅侍奉過程啦。佢所要嘅就係成功嘅啫。返一間教會最好就唔好講罪，唔好話要勝過罪，唔好悔改，唔好鬧我，最好嘅呢一批，主耶穌去潔淨呢一批，等呢班人冇一笪地方可以做到呢樣嘢啦。而家呢班人要被趕走啦。第二批就係呢一啲完全係冇興趣去侍奉神，但係佢哋好有興趣為錢而去做，代人哋去信。明唔明啊？佢代人做咗呢個信仰嘅工作，呢一班人佢為咗錢去做，佢而唔係話因為愛神而聖經裏面要求佢哋咁樣做，唔係嘅。